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 樓我幫你睇得唔得？你話事。今日我哋嚟到中山嘅南頭，一個中山嘅工業重鎮，龍頭鎮區之一，過嚟呢度睇下佢哋嘅一個當地比較出名嘅樓盤咧，叫做嘉寶潤。咁啊，成個南頭啊，據我哋嚟之前都簡單了解咗一下，可以在售嘅一個住宅係唔多嘅。咁啊，主要就係一個海雅繽紛城啦，同埋呢個嘉寶潤咧就呢兩個盤嘅啫，咁海雅繽紛城啊，相對嚟講亦冇乜太多嘅貨源啦，咁啊嚟睇下海雅嘉寶潤呢邊。嘉寶潤咧就了解咗得3個則嘅啫，80零方、90零方同埋110幾方，全部係大裝修，整體嘅價格係1萬蚊左右有現樓啊，1萬蚊左右嘅現樓帶埋裝修喎，帶埋裝修。當然裝修咧問咗買樓之後5個月交付俾你啊，所以都可以稱之為一個準現樓啊，所以。叫做好穩陣咯，一買樓啊轉頭就可以過埋戶俾你，咁啊剩低嘅時間可以收下，等住收樓就 OK 啦。咁你呢個區位咧就離我哋順德近啦，順德係咩地方嘅美食之都，想揾食嘅去順德啦。咁啊隔離左右咧有佢嘅一個輕軌嘅南頭站啦，離我哋嘅港珠西線大概就係5分鐘到嘅車程可以上返港珠西線啦。由去到我哋嘅廣州南站大概都係20分鐘到搭輕軌。所以交通係非常之便利嘅，佢係比較接近我哋南番順嗰個區位嘅呢個南頭OK 望下隔離左右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小區裡面嘅一個景觀嚟嘅。咁啊，成個小區唔係好大嘅啫，一共有700幾戶人，咁但係佢嘅樓距係我覺得做得 OK 嘅，整體嚟講唔會有一個太壓抑嘅感覺。南頭嘉寶潤嗰邊目之所見。就係南頭輕軌站，我哋入嚟睇睇個樓盤。成個樓盤咧係有10幾萬方嘅大概15萬方。咁呢一度咧就會顯示話俾你知，成個南頭嘅經濟係點電水化一共就呢幾棟樓啫，700幾套單位。而家主要賣緊嘅係我哋嘅6棟接落嚟我哋視頻裡面會介紹俾大家。周邊商業配套已經非常之完善嘅啦。最大唔係最大，因為最大嘅係81方，呢個中間94方嘅一個叫做單位嘅交樓標準啦。你一入到嚟呢一個咧，防火門後邊全部呢一紮地方冚唪唥都係自己嘅入嚟睇睇，大家所見即所得。除咗啲家私之外，所見即所得，交樓係咩樣就係咁嘅啦。咁啊，除咗放咗啲原裝喺度，一入門口右手邊。會有翻一個細嘅，我哋叫書房仔啦。咁飄窗面積就送一半嘅。呢個戶型好咧，就係90零方，可以做到一個對流戶型，仲有4房俾你喎，90零方4房喎。咁呢啲窗咧都位置做得比較低，採光會好啲。趟門啦，玻璃趟門得喎，呢一個。即係啲質感係在線嘅，可以好輕柔咁把佢推拉標準嘅腰型啦，咁啲位都就手。呢個好平超大嘅採光窗你睇呢一個超大嘅採光窗，廚房位好用好多。再睇睇個廳所有嘅磚大家睇翻下，1.2乘60，咁全部同你做晒尾縫，背景牆。執好晒，基本上呢一種裝修嘅色調咧，我覺得係近年都比較適合嘅現代嘅出翻嚟，哇！個陽台，雙層隔音玻璃夠厚實，陽台呢一個位飄出嚟 OK 啦，我覺得擺張沙灘凳咁坐下攤下，再放張啲咩其他嘅嘢攤透下，完全冇問題嘅。我呢個趟門真係好紮實。再過嚟睇睇裏面嘅房間、洗手間。呢一間就真係逼傑啲啦，我覺得呢一間做書房先差唔多。啱嗰間可以做客房，一入門口呢一間真係要做書房。呢度咧就可以放一張1.1嘅床，單邊1.1嘅床喺度可以用得到。有埋櫃，主人房帶埋套房，放翻個2米床。放個2米床都輕輕鬆鬆㗎。得地喎，佢呢個包埋衣櫃有埋個衣櫃上牆櫃做埋俾你喎。呢一個交標 OK 㗎，洗手間不過不失，
但係望上去嗰啲用料整體嚟講都好在線啊！啲用料都好在線，啲質感啊都唔會話有嗰種輕飄飄嘅感覺。你睇一個房、兩個房、三個房、四個房，94方做到個4個房裝，南北對流，1萬蚊出頭，1萬蚊出頭嚇。而且呢啲都係現房，當然如果係要大裝修嘅咧，你買咗樓5個月先可以交樓，5個月交樓嚇。全部係現房，5個月就可以交樓，做埋裝修交俾你 OK 㗎啦。好，睇埋其他單位，呢度 OK 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唔會門對門啊。你睇呢個單位84方嘅，跟住過嚟一個大轉角，有翻個咁嘅轉角窗位喺度，陽台，再轉入嚟自己屋企。交樓嘅呢個鞋櫃啊，一 set 個齊晒俾你，84方咁啊，即係80零萬、85萬、86萬到啊。10零萬、10零萬嘅一個首期就 OK 㗎啦。今時今日交樓標準所見即所得啦。呢一個其實喺呢度睇翻咧，南頭真係一個我覺得好充滿生機嘅地方，即係經濟又繁榮啦，有自己嘅產業實業支持，又冚住我哋嘅南潘順啦，隔離左右又輕軌站，又港珠西線。去廣州咁啊，都係20分鐘到，可以去到廣州南站。睇下單位。廚房必須要檢查。廚房位有翻明窗喺度，通風採光 OK 嘅。呢啲細則嘅80零方嘅單位咧，我覺得佢嘅居住感係好紮實嘅，即係俾到我好充實嘅嗰種感覺。雖然呢啲單位唔大，但係望上去擺埋啲嘢之後咧，會好有家嘅一個感覺。咁入翻嚟房間啦，房間呢啲咧就做呢啲係複合木地板木地板嘅。咁睇翻佢呢啲電器嘅牌子都可以，有啲撳掣啊，啲西門子㗎呢啲洗手間啦，中規中矩，呢個就冇太多嘢講嚇。呢個仲可以喎，呢個可以玩下冷熱水嘅呢個撳掣嘅，好似幾好玩啊！再睇睇呢一間房。做書房得啩？呢間房做書房 OK 嘛？主人房嘅套房啦。呢一邊我建議係大家要買高樓層嘅。睇完之後，我建議大家係揾啲高樓層嘅揀。高樓層嘅咧，一般可能會貴得1000零蚊，但係你未來嘅居住氛圍感覺咧會好好多。譬如好似而家鏡頭 Andy， 我哋鏡頭裏面睇出嚟，高出周邊所有嘅區位，採光通風亦更加靚。84方3房，的色，感知又實用。OK，呢個嚟到嘉寶輪最大嘅呢個單位111方嘅。你睇翻呢個長廊位，由呢度入到嚟就全部自己屋企嘅。平時擺鞋櫃啊、單車啊、乜鬼嘢都全部可以擺晒喺呢度。呢個先係到你正式入自己屋企門口。外面嗰幾個方咧，你就當價外贈送佢啦。一到嚟，果然111方嘅嗰啲面積即刻就唔同咗啦。你睇呢間房即刻闊到放啲米半嘅大床都完全冇問題啦。同之前嘅感覺就唔同，都係屬於一個南北對流嘅戶型啦。個廳嘅面積各方面都大咗好多，露台都大咗。出翻嚟睇咧，其實嘉寶輪佢啲樓距係 OK 嘅，呢啲樓距基本上同隔離左右嘅嗰啲超過100米嘅嗰種樓距，採光通風都 OK。當然我哋而家基本上係嚟到佢最高嘅樓層啦，佢呢邊最高係33層，加下我睇緊嘅呢個係26樓嘅。咁嘉寶輪其實佢個戶型唔多，就而家111嘅。再過到嚟94方嘅，仲有80零方嘅，就呢3個戶型為主嘅啫。睇翻其他嘅嘢，係喎，呢度這裡還有點玄機啊！有一個超級 mini 嘅陽台，呢個陽台可以晾衫嘅啫，純粹晾衫位嚟嘅啫。呢個超級 mini 嘅陽台，咁廚房位就冇咩太多講。呢個廚房位，我覺得爭啲。呢度整個門做乜鬼咧？自己開咗佢做個開放式廚房好過啦。間房都夠大，間房都可以。呢度係洗手間啦。呢一個咧就真正嘅攞嚟做書房位㗎啦。最細嘅就係呢一間做書房嘅，其他嘅呢啲 size 都完全 OK 冇問題。洗手間咁大家見到嘅呢個裝修咧係舊式裝修，佢嘉寶輪咧就而家upgrade咗㗎啦，升級咗。
個裝修比較靚仔嘅就係之前我哋睇嘅其他單位嗰啲裝修，呢個係舊式嘅。咁其實佢一路都喺度進步緊啦，個裝修亦升級咗。但係個間隔咧就大家見到啦。一入門口呢啲空間位啊，111方嘅呢個大積。整體嚟講嚇，如果係換咗 Andy 自己揀，我可能會揀94方嘅嗰個單位嘅多。咁呢一個咧雖然係大咗積，但係佢多咗成10幾萬喎，大佬。個佈局係基本上一樣嘅。我覺得90零方可以有個4房都已經好夠住啦。南頭呢一個階段，目前嚟講，因為南頭真係冇乜住宅賣啊，啱啱喺度傾翻偈都講，除咗海雅繽紛城仲有剩低幾套大單位嘅住宅之外，其他嘅都冇啦。嘉寶潤呢度長期以嚟佢嘅價格其實有少少調整嘅。我記得最初開賣嘅時候咧，去到13000幾。咁而家咧係1萬出頭均價就已經 OK 帶埋裝修㗎啦。個性價比係提高咗，而且呢個區位我覺得係 OK 嘅。咁你隔離左右幾百米就去到輕軌站當然嗰個輕軌站又嘈唔到你喎，因為望嚟望去個輕軌站嘅話，個噪音冇咩太大嘅滋擾喺呢邊。再過到去港珠西線，去我哋啱啱喺高速落嚟5分鐘唔到就已經嚟到呢個嘉寶潤呢邊㗎啦。周邊嘅交通非常之方便，可以咁講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個地方。而且南頭係人氣好旺嘅，點解呢？南頭呢度有佢自己嘅產業喺度，成個經濟喺中山嚟講都屬於係一個經濟嘅中山嘅經濟強鎮嚟嘅。咁有人流、有工業、有交通，就算未來你可能想轉樓放樓出去嘅時候咧，佢嘅叫做放盤咧都比較容易暢旺啲。OK 啦，整體就係咁樣。咁我係 Andy，樓我幫你睇得唔得？你話事，得閒上嚟飲茶。